33題，咁我哋有log 2x 加5 to the base 7同埋 log x 加5 to the base 7加埋等於1。咁嗰兩個 log 咧，咁我哋用翻 log 嘅 properties 啦，就將佢嗰兩個數乘埋先，咁呢個等於1。咁亦都即係話咧，2x 加5乘以 x 加5咧，就會等於7嘅一次方，即係7。左手邊咧係2x square 加15x 加25，咁而右手邊係7啦，咁所以咧佢就係2x square 加15x 加18等於0。咁啊 solve 出嚟咧 x 就係-2/3，又或者係-6。咁留意咧-6係唔得嘅，因為咧-6代去 x 加5咧會係負數。咁啊，但係-2/3冇問題嘅，因為代落去2x加5或者 x加5咧都係會得到正數嘅。咁所以我哋咧就 reject 咗個-6。咁所以咧佢而家問嘅咧就係 x 嘅 square，咁 x 嘅 square 咧就係9/4。